然后以后反正是说你需要的话，你加强联系，给你寄过来也就是了。寄东西寄过来就忘记了听，听轻松些，寄要麻烦些。我这个就不讲，现在是讲它的宗旨和要领。《道德经》里面有哪些东西？就最核心的东西，它的核心的范畴是两个字，一个是道，一个是德。在道和德下边有这些东西是我们必须知道的理论要素，一个是有，一个是无，第三是无为，第四是无为而治，然后是相生相成，反向转化。请注意，老子的反向转化历来被各个先贤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思想。接着是要少思寡欲，从简易奢，柔弱谦下，韬光养晦，功成身退等等。老师们，我现在讲一下这个关于道，我的理解。道是什么？这上面没有了，这个就听了记不下。但是有书，请你们打开第25章。道是什么？道是一个物。第25章有这段话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强自之曰道。那么这几句话我们解释一下，就是翻译一下的话，有这么样一个事物，它浑然一体，成为一个物，它在天地没有生之前它就有了。极喜就是说很极静的，很寂静。寥兮是很虚旷的，旷远无边的。独立而不改，它自身是，它就是它，它不会改变什么。周行而不殆，就是整个宇宙之间它在存在，它运行着，没有一个了结，就是永远是不停止的。可以为天下母，它可以做天下的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事物啊，就诞生了我们现在的天下，也就是诞生了宇宙万物。我不知其名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，也不好给它取个什么名字，强自之曰，勉勉强强，勉为其难的给它取个名字，就叫做道。所以我今天讲没有从第一章讲，第一章应当是我们要学习的话，要到学完了其他之后你再去学第一章。第一章是它的核心基础，
总的。现在就明白了，他的第一句话是道可道，非常道，道是不能够道，道是无法道得出来的，是无法说这个道，是没有谁有这个本事说这个道。当然老子有这个本事，他说了这个事物啊就是道。那么从这几句话我们看，第一个要点就是道是宇宙万物的母体，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前，由它产生了宇宙万物。这一点恰恰是全世界认同老子的根本的一点。中国的哲学啊，欧美人学东方哲学，首先学的就不学中国的东西，首先一学的是学印度的东西啊。印度有这个移民学，那逻辑学，他认为印度人有哲学，学了以后就是印度这个人不行，就到中国来找，一找的话呢，一看就是老子。老子是什么？哲学探讨的问题，首先探讨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啊。刚好老子说的很高明，是个道啊，道是宇宙的本体母体。第二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呢，道独立存在，周行不殆，它产生天地万物，因此叫做道生万物，统领万物。这个老子本身后边有说的，是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是个生一，一是什么？二是什么？三是什么？这一点呢，很多的大家们都没有具体的说啊。他就是说，道生的东西就生出了万物。这是第一点啊。第二点，第三点，道既然生成了万物，那么道呢就存在万物之中，万物就是道。这到了佛家的东西来了。佛家说每个人都是佛，那我们道家说每个人都是道，是吧？道已经变成了你，你就是道呢。因此你要成仙登道，你有办法，你明心见性，你就得道，你就成仙，你就升天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三种说法，它有很多东西很有意思啊。再看这个25章，道是什么？